如果说杜丽莎至少有点耳闻，那么自誉为哈国翅膀的迪玛希则是默默无名，在歌手节目爆出名单前，根本查不到他的资料。迪玛希全名迪玛希·库达伊比列根，1994年5月24日出生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一个音乐世家，今年23岁。迪玛希可以说是年少成名，5岁就开始登台表演，曾经斩获多项国际音乐赛事的冠军。而真正令其一炮而红的，则是参加2015年欧亚歌手大赛，获得了第1名。ғашық мен ырбалаң ел туған ел Қазақстаннан қасиетті саған бәріне қасиетті саған бәріне мемлекет жасай берсін。除了嗓音天赋惊人外，迪玛希的音乐把控能力也是超强。在歌剧方面，他已经拥有自由驾驭传统歌剧的超凡能力，其美声有点维塔斯的调调，高音非常轻松和震撼。他曾经翻唱了韩红的《天亮了》，让不少网友惊艳。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，留下我记得我谁能忘记点，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。此外，身高超过1.9米的他，拥有深邃的五官，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审美。参加歌手节目之后，想必能很快的收罗一大批的粉丝。就有专业人士曾评价，这位哈萨克斯坦小哥迪玛希可能会爆。根据往届的经验，这小哥相当于黄绮珊加林志炫加邓紫棋加黄致列。赋予如此高的期待，这位远道而来的迪玛希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独特色彩呢？请拭目以待。新闻编辑整理报道。